今年適逢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10週年，我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嘅挑戰，如何鞏固愛國者治港嘅根本原則？如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？呢個正係今日活動嘅核心意義所在。我哋地區委員會一向積極推動國家安全嘅教育。響過去個幾年，我哋製作咗國家安全教育嘅展板，進入我哋嘅北區校園，亦都係透過我哋區議員嘅組織關愛隊團體，深入社區宣傳，讓國家安全嘅全民意識呢深入我哋北區嘅每一個人心。係第一個就係北角遊園啦，即係大家特別嘅落狗啦，因為佢哋其實都係接受過一個高度嘅訓練嘅。